你啊，還有係因為新竹人進步群吼，起步透過名個排馬步遐地方。啊，你愛演起的地方係起步農場吼，愛沖洗這個盛裝啊狀態地方。啊，你只地方是係愛退休以後吼，訓練小朋友吼做這個戶外教學的場域吼。哦，你啊落個要是音樂水管教室啊哈，當初哈，還是講啲小朋友哈，對呢一種水管啊哈、排涵管啊哈，當有興趣啦哈，啊對呢落個做教室，做一做 DIY 活動啊，科學 DIY 或是植物方面的部分哈，哦呢係利用呢協教的部分哈，讓小朋友哈不要學習。哦，你愛夾講係同性相斥，啊，異性相斥的原理。向上去則開教室吼，做得本小朋友吼，來做團體活動的地方。啊，像你係因天透過因教的台語碼的個地方。哦，咁講，大家講教長就當袂教嘅人啦，吼，像喺細聲喺未當袂教，吼，馬介發通，吼，因自家手做嘅，吼 ，DIY 部分，吼，因全部，伊幾多因是做教營業啦，所以我對了老是本學生嘅，吼，痛手，啊，你手會痛，你會個小肌肉發達那些，哈，你是做得刺激你腦部嘅發展，哈，所以你要當重要。這我叔叔他們，俺家啊，係啊，一下子都裝好啊。用割草啊，撞咗我，用割草啊，冇下啦。啊，以前有做乜嘢事情不能清腦嘛？佢唔係佢後生，佢唔係，佢後街，係佢騙嘅，嗰就後生。第二邊是我們生態的教室，就是戶外教室啦。我們這邊有蝴蝶區哈，啊，第二樓係因為本地的台灣萍蓬草。你啊，都是都係搶看唔到的嘛，啊，你啊，因我本嚟看唔冇買到，因為你啊使用哈，因為農藥還有因為個化肥啊，那種慣行農法的地方係農田地圖的哈，全部看唔到咧，但是將落去，因細些大把有接觸嘛，啊，會看得到，因將來你啊都把那啲的東西來賦予分裂下聲音，給他們灌輸啊，這個有機的啊農法觀念啊，讓生物多樣化啊，讓地球可以活得更好。我想你因為到你觀念哈，教你小朋友，小朋友就一下子變大人了哈，當家就變大人，咱去做一個你觀念哈，傳播去下一代。因為到你大家來保育因為環境哈，到你生態保育啦、環境教育哈，保護的觀念哈，傳下去哈，啊上了係對因為地球哈永續嘅一當重要嘅部分。